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0月2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看昨第58届金钟奖举办戏剧类颁奖典礼，最佳戏剧节目颁予《春丽来了个暴走女外科》，主演的蔡淑菁嘛摕到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是演出生生世世四树玲。另外，牛车来去的米可伯嘛摕到最佳女配角奖。第58届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昨日在国父纪念馆举行。村内面来一个暴走女外科，除了摕到金钟上大奖最佳戏剧节目，也有戏剧节目的导演奖。戏内女主角蔡淑菁今年第3遍入围，也成功摕奖。我一直相信，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彼此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促进世界和平。而故事的载体就是演员。我以身为一名演员为荣。和主持人张欣婷笑讲有提奖体质的谢淑玲，2021年以生生世世得到金奖的时代，今年佫摕到第2座，激动到话拢讲袂出来。谢谢我亲爱的团队，谢谢作品，我很幸运，再次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人气乐团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第1遍入围金奖，就以我愿意摕到戏剧最佳男配角。伫台顶无顺利甲金钟讲这金曲。我除了是一个乐团主唱之外，我也会是一个很棒的演员。谢谢谢谢金钟奖，我会带来这份祝福，继续努力。戏剧最佳女配角是牛车来去的米可白摕到。自儿童节目主持人、通过艺人到演员，伊哪靠哪感谢评审看到伊的努力。大家好，我是米可白，我是一个演员。迷你剧集的奖项上大赢家是伊甲伊的伊，甲男女主角奖拢摕到。李廷彬第1遍入围就摕奖，因那柯伟霆是人8年搁再摕金奖。谢谢我自己一步一脚印。特别贡献奖颁予今年破病过身的资深视帝丁强，伊享受87岁，又业牵手李选大领。全场扑啊声无停，金钟58圆满结束。第1遍担任主持人的张兴林，纪录片拍会解围，得到真侪好评。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昨国道3号伫咧斗六的路段，有一台新德科技公司包的游览车要去员港旅游，所含一只轿车相撞，拢总造成4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这只游览车的司机超速，切车道时阵无设置发生意外，目前涉嫌过失致死等等的罪嫌，司机获检方申请羁押。游览车的挡风玻璃规片拢破去，车头毛几落的所在，车链仔也无去。边仔这台nguyên色的轿车并车弄过了，规台拢变形，警消出动抢救，不过车顶2个人已经无生命现象。自小客上面2人，游览车上面2位欧卡。在这个游览车上面一排一家伙4个人。其中员工的家属一对母仔囝，虽然有下安全带，不过因为撞击的力量伤大，座位边仔的窗仔门破一空，12岁查甫囡仔当场死亡，妈妈送病了也救袂大。规家伙出去摄影山拄着意外，做爸爸伫咧意外发生了，带查某囝伫咧殡仪馆等法医到场的时阵，出来甲后生告别。互人看了真艰苦，包括这对母仔囝甲轿车内面的驾驶甲乘客等4个人的遗体，昨晚拢完成相检。代志发生伫咧2日早起9点外，新德有一间科技公司的员工家庭日包游览车机混临赶客游乐园耍一天，其中一台游览车发生严重的车祸，造成4个人死亡，17人受伤。共且其他员工讲，游览车伫咧驶时阵就无啥稳。他的开车的那个方式就是这样子，所以感觉上有一直在超越其他车，然后就是开车不是很平稳，就是会一直晃。我用调110，有人家调过120。好车的时啊，我有较紧淡薄因为因有讲赶时间。驾驶承认为了要赶时间有超速，警方查看小青大饼的行车记录纸，也确定有超速。根据公路局的监理资料。这台游览车的车龄差不多11年，顶一遍检验拢正正常。姓陈的驾驶民国85年摕到营业大汽车的执照，无酒驾的记录，但是有10件违规的记录拢已经结案。公路局已经做事故应变小组进行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各道客运拢请无司机，营运的成本阁大大增加。车票钱煞自从2006年以来就拢无调整过，所以有真侪业者拢减班，也是贵气停驶。客运工会全联会就建议讲，车票钱就应该起1成8至3成。因为公路局就表示讲，爱先初审，阁送去审议委员会，所以目前还未确定敢会起价。为了民众坐客运上班通勤也是回乡，不过即马传出客运票价可能要调悬。然后不是调整太多，我就觉得还好。比如说调整到50%，我就觉得有点高。只是真实反映到成本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啦，因为我本身不是工作的通勤族，就是每个礼拜来回这样而已。各道客运票价为2006年就毋捌调整过，面对疫后运量较少，营运成本变贵，驾驶无够愈来愈严重这困境，中华民国公共汽车客运工会全联会进前向公路局提报各道客运18项成本甲运价检讨，建议票价调悬18%至30%。我们不管是油价、物价、薪水成本，还有车辆采购成本都已经和17年前不一样了。但是17年的那个票价没有检讨，尤其是短程通勤路线，变成说我们载的越多，赔的越多。公路局在10月20号的时候收件，接下来将按照程序进行内部的初审。公路局讲已经有收到客运工会发的公文，说来会做初审，完成了后再搁送公路客运审议委员会审查，最后提报交通部核定了后才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针对建筑物设置供电的规定，即马经济部和内政部有定出标准，要爱30坪以上，至少发电50千瓦。大约6派的新建筑物有适用，有够一档就会当增加170万千瓦的供电。过来是联合报。疫情等好了后，开放外国人来台湾观光已经一档啊。不过国内华语、日语的导游生理煞变甲真歹，顶多是来自东南亚的旅游团增加，泰国话、越南话的导游 case 才袂煞。落尾是中国时报，国内自从2017年启动卖台死流浪动物的政策了后，当年野狗的数量是直直的增加。全国已经卖到16万只，嘛愈侪惊野狗算当农作物，也是攻击人类、攻击野生动物的事件。所以野保团体就按算要去立法院游行陈情。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昨总统的2大参选人郭文哲甲赖清德拢去参加雷震民主人权纪念讲座。郭文哲是主张爱两岸爱和平，台湾就爱家己找到袂当起平上好的位置。赖清德是认为面对中国的威胁，咱嘛无应该爱接受一中原则的求异共识。另外，侯友宜是提出教育政见，讲要提高教保人员的薪水。信心满满，即将强棒出击。总统蔡英文特别甲赖清德做伙开张全国竞选总部，替赖清德准备上充足，是上适合带台湾向前行人选。这个竞总也是蔡英文2届胜选的福地，希望延续气势。再去伫雷震民主人权纪念讲座，赖清德搁再声明家己提出的和平4大基调方案，会守护台海和平。仍然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借由一纸和平协议，就有办法得到和平。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赖清德唔拿担中国威胁，最近甲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哲因为上门拜访这件代志对架，批评郭文哲唔通阁演戏。郭文哲再去甲赖清德相开出席工厂活动，致辞时阵，搁再提起前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讲两岸关系真特别，爱找到平衡的所在。不是全世界绕着我们在旋转。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寻找到我们的平衡位置，甚至是最佳的位置，一个很基本的战略台湾自主，两岸和平。侯友宜出席全国幼托停考协员会，谈论幼托政策，嘛要投资幼教，强化教保人员薪资待遇，研究补助教保人员救任奖金等。另外，对那白合一直拢无共识，侯友宜表示，甲郭文哲沟通正顺，希望会当团结力量胜选。政府本来就该给大家领会的，我们提出来太慢了，你知道吗？我们要0到6岁一定要好好照顾。其实这些幼儿园都应该
该要给他免费，对不对？若要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2日无公开行程，不过最近动作真济，哪甲郭文铁的会面，嘛扩大竞选团队增加发言人。郭办表示，郭赖配已经突破人数的数量，这是上优秀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的 APEC 会议按算11月15要伫美国举办。总统府昨宣布，美国派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第6届代表台湾去参加。另外，后面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昨是刊文讲，台湾无应该宣布要独立。咱的外交部强调，咱早就已经是独立的国家。2023 APEC 领袖会议11月15要伫美国旧金山举行。这届主题是为各方创造韧性甲影响的未来。三大政策优先领域包括互联创新甲包容。总统蔡英文嘛，搁再指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领袖代表，这是张忠谋第6届代表蔡政府参加。过去的与会期间，皆相当积极与各会员国家领袖互动，积极地传达台湾向国际社会贡献的能力，并带领团队达成总统交付的任务，协助促成亚太区域稳定繁荣，有效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与能见度。张忠谋这届敢会甲美中领导人会面，大家拢真关心。但是拄结束访问中国的欧盟外交甲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普瑞尔20讲到，欧盟一中政策并无改变，迟迟维持现状。中国无应该用威胁也是武力破坏两化现状，台湾嘛不应该单方面宣布独立。伫无外交的承认，欧盟会持续发展甲台湾的双边关系。对这代志，外交部正式声明，中华民国台湾早就已经是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早已是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宣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国际情势紧张，白宫20向国会请求1061亿美金的追加预算，要提供乌克兰、以色列国防援助，其中包括74亿美金，差不多是2400亿台票，用伫支持台湾甲印太地区的安全。白宫指出，伫印太部分会用来强化主动，也搁伫关键盟邦友伴，面对愈来愈侪威胁的中国，会当互因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以色列参哈马斯的战争，目前经过卡达政府出面敲测，哈马斯有家一对美国籍的母仔囝人质放出来。另外，伫咧埃及边境的拉法关口，即阵是总算开放啊，有20车的救援物资顺利送入去加沙地区。不过，以色列这边今仔日嘛宣布讲要扩大对加沙地区的攻击。相片当中穿朴实外套甲外裤的是要满18岁纳塔利拉娜，伊甲穿蓝色衫的妈妈朱蒂斯，切切伫加沙边境地区一个集体广场，互哈马斯劫持，伫一集加做地配被释放人质。We expect a team from the U.S. Embassy to see them very shortly. Over the coming hours, they'll receive any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hey need. 因伫伊利诺州故乡的亲人接到消息，拢感觉真欢喜。I haven't slept good for the last 2 weeks. I spoke with my daughter. She looks good. 哈马斯武装组织艾兹丁卡萨姆旅发言人指出，释放2名美国人质是因为人道理由，佮透过卡达政府协调之下所做的决定。不过，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的形势并无安尼就出现转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未停止攻击哈马斯。路透社引用巴勒斯坦媒体报道的上新战况指出，以色列军方1日继续空袭加沙地区，劳动处遭到摧毁，至少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45人受伤。在以色列几夜摆空袭行动之下，加沙建筑物甲市场受损真严重，正需要更较侪物资援助。The barbaric attack by Hamas need to be condemned, but I've also said they cannot be a pretext for a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虽然在美国、埃及甲以色列协调之下，连接埃及甲以色列拉法关卡就外开放20台人道物资卡车通过。不过，联合国有讲，目前加沙一日至少需要100台物资才有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伫咧欧洲的英国，即阵是当着风暴巴贝特扫过去，各地头上大雨、做大水，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上万户失电。另外，伫咧中美洲的墨西哥，因为风台诺玛瓦近，居民是小镇去超市买物资，加油站嘛排队咧加油。苏格兰地区的民众无风雨将行李搬上车，赶到安全地区避难。
巴贝特大时速100公里强风甲真高雨量，为10号开始陆续侵袭爱尔兰甲英国，各地拢传出淹水的灾情。伫东寨区的安格斯，水位北部中超过4公尺。目前部分地区感人口救生船受困，到20为止，已经有3人死亡，13000户断电。20个发布落雨警报，大水雨会继续到21为止。It doesn't happen often. We've had a few kind of more recently, but this one's quite bad. 巴贝特一路向丹麦甲德国冲，丹麦岸边受损的船只浮浮沉沉，水也淹到路边，搁接近徛街，居民只好撩水行。哥本哈根机场透过社群媒体发布取消77个航班起降，渡轮运输也暂停营运。德国和丹麦、俄罗斯维斯岸边海影明显增强。另外，伫中美洲的墨西哥，莫马大风台伫2站增强做3级，风力时速高达195公里。沿太平洋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几个观光景点上受影响，警方陆续进驻海堡，高救防守线。Ahorita, de hecho, la playa se encuentra cerrada con bandera negra y estamos aquí para evitar que la gente entre el deseo de tomarse una fotografía o poner su vida en riesgo. 外国游客较侪洛斯卡波斯并无因为大风台影响观光人潮，饭店依然维持705的订房率。暗过店头拢加强防灾措施，伫门窗顶插绑或者是搭贴特，各囤沙包，民众也去超市买物件。到暂时出现排队车流，气象单位预估，诺马伫吸入陆地了后，强度会减弱。公视新闻郑淑芬报道。镜头倒来看国内台中的国馆温泉真出名，不过市府所发现到6个业者无申请到旅馆的登记。社区发展协会强调，大部分的业者拢是牵涉到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分区的问题，已经重新的环评申请许可，希望量早会当合法的经营。天气转凉，真侪人选择浸温泉暖身兼养生。暗过台中国馆即间有100多年历史的温泉业者，10月中伫官方网站向宣布暂停营运，引起关心。台中市府证实，主要是业者无摕到旅馆登记证。国馆社区发展协会讲，有共款问题有6件。大部分没有办法，目前暂时没有办法取得合法旅馆登记证的原因，其实基本上都是那个土地使用区分的问题。早期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然后可能在住宅区它就盖下去了。重盖的话，变成第一个要先做环评，所以有些业者已经开始在做环评了。目前有8间业者有合法的旅馆登记证，6间无摕到，主要原因是伫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区分的问题，而且伫都市计划范围内主题区，台中市府每年陆续稽查，拢照法定观光条例罚30到50万。管理局这几年加强整顿，辅导业者合法。针对古关地区尚未取得旅馆登记证的旅馆，现地勘查，就涉及之土地使用权、建管法规、环评及水保法令等各单位层面提供建议及解决方案，辅导业者合法化。国馆社区发展协会表示，6间违法业者当中有2间已经通过环评，3间咧进行环评。通过了后，会申请主题区旅馆调设许可加建筑执照，登记符合用这类的建筑，才能正式摕到旅馆登记证。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广国产的豆仔、番薯、番麦等等，农粮署特别举办野餐活动。除了展示各地头的农产品，也有设计相关的体验活动，好多人囡仔拢算甲真欢喜，有食阁有掠。国产的那个红豆有分红蜜、红宝、红玉3种。那像我们今天用到的红豆泥，它就是属于红蜜跟红宝。甲大家绍介台湾红豆品种，为要推广国产优质的产粮产品，农业部来到新竹举办活动。除了有各县市特色产品以外，还有包麻糍体验，吸引不少家长带囡仔来参加。想要让小朋友知道，就是有这类的活动，然后就是会去更加珍惜，就是那个食物这个部分，比较了解大自然的食物东西怎么去做。其实跟他提起说，今天要倒麻薯，他就超开心的。农业部表示，最近几年所推动的大娘村计划，辅导农友生产优质有特色的产品，包括大豆、番薯、土豆以及番麦等等。唔但品质好，而且安全，真受民众肯定。新鲜，然后非机改，非常安全的特色。我们希望透过办理这样的野餐日的活动，可以把
这些优质的国产的杂粮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那在现地就可以直接来做享用。现场设计这款的趣味互动游戏，互大家在游戏中学习到健康国产杂粮知识，也对台湾优质的杂粮产品有更较深的认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日举办新文化运动月一系列活动，要带民众来了解伫咧日本时代台湾争取权利的历史。其中嘛有伫咧文史专家曾永明的故厝举办音乐会，做伙来怀念先辈付出。国宝歌曲记录下伫咧文史家曾永明的故居，曾协发岗顶文史岗顶的顶下卡唱歌，也做伙怀念伫2020年过往的曾永明先辈。咱今仔日台北安尼吼，遮尔出名吼，庄老师的功德足大。我伊安尼吼，一日到4月去演讲，4月带人咱一寡观光客，我来咱台市一直说。曾永明捌互人号做台湾民间史料上丰富的研究者，伊在生时也带民众导览大场掠街区，现主时伫岗顶内也有展出伊的收藏。那个时候大稻埕有很多的酒家，酒家的火柴盒哈，收集很多，他的收藏非常的丰富。那人家就讲说，他的这个民间的收集补足了这学界很多不足的地方。这栋有德光外形排水管的曾协发岗顶文史岗顶，获台北市政府指定做古迹，到今已经有100年历史。伊早是柑仔店落尾真做曾永明推动文化的所在。柑仔店伊隔壁，伊是一个地行的仓库，文化协会迄时阵金伟水伊都捌来家演讲。庄老师他接手了他的这个建筑以后呢，他也会在这边办一些，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音乐会跟讲堂。这个古迹音乐会是新文化运动会的活动之一，伫这礼拜6礼拜举办。主办单位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当中致敬事件满100年，也有侪活动会使了解日本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安怎争取权利，通互民众参加。记者阮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南的南昆新大天府，这个拜6礼拜来举办艺阵演艺，拢总要招19个阵头来表演交流。另外，伫咧园里的万年灯是有摕塑胶贴仔来贴做一只王船，希望互愈侪人会当了解到王船的文化。标定来看老街的人，下定定，南昆新大天府是全国规模上大王爷庙，欢迎出去的神真济，每若进香期，拢有真济顶头来参加。为了保存传统文化，庙方办艺阵演艺活动，招各地头的文武阵来表演。除了有囡仔组成的金狮阵、上港阵，甚至有民族舞团结合宗教文化的演出。庙方指出，这2天拢总有19个阵头，要互大家看有够开，把正做因互相交流的平台。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地方表演，传统的圣诞阵结合了很多新的创意，像阳伞、战鼓、舞龙。还有武术的部分。是咧思考讲，甲迄个台南大学这边，会当安那去做一个教材，就是当伫咱的台湾乡土上面教材内底，互囡仔去熟悉咱的文化。另外嘛有庙宇用无共形式来传承文化。园里万年殿庙内镇殿之宝之的王船，到300档的历史。庙方表示，因是送王宝送船，无烧王船的王船石。庙方即个用新布素摕塑胶的插贴仔来贴一只王船，对王船到配件细节拢做甲真有路，毋望啥更较侪人来认捌王船文化。咱的王船本体是用907片的小积木组装而成的。爱讲一块积木就是一个板。经过历史的演变，加上人口哪来哪少等因素，要传承文化愈来愈困难。庙方讲，因嘛当咧找方法，啥人来认捌传统文化，进一步愿意投入来传承宝贵的文化资产。记者咧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2度至28度，中部地区20度至31度，南部地区21度至31度。东部
部地区21度至28度，还有外岛地区19度至27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